巴肚做枵呢。啊，你巴肚枵哦？系啊。我遮有好康诶，啥物件？你写松散。来，互你食。怪怪哦。好康诶啦，我哪会甲你害吼？用用对我遮好。紧拍开来食。食看卖。竟然是披萨，无毋对，紧食。你是安怎啦？人无爽快哦，歹食啊！歹食。对啊，毋捌食过遮尔歹食诶。你是？我知影你要创啥？你唱啊？有知道你唱啊？毋免是你食，你爱唱。无啊，来，是你要唱。来紧唱。披萨，毋捌食过遮尔歹食披萨。你是要讲这？都串的呢，食遮歹食的物件，搁要叫我唱歌。无法度啊，因为今日的来宾听讲咱的录影有假牌哦，我以为是假牌啦，毋知影是毋是？好了，对啦，都是今仔日的来宾，带啊请伊来唱一下。敢是出去唱这条，毋是要唱毋是要唱这条。你看人敢知影是倒一条？无要紧啊，等下就知影哈。哦，等下请伊本人来唱。伊要来，摕看一摆，我先开电话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哦，咱今仔日出名的人真正是有够出名的啦！真的哦，阮两个紧张甲。即摆要来欢迎这个终身紧张者，无都讲话。终身请到这个大来宾啊！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秀慧姐啊！大家好，你是小编，你是黑白边哦？我是黑边，伊是白边。哦，白边啦！大家好，我就是秀慧啊啦。这个真欢喜哦，会当听到这两个少年呢，甲这个台语讲啊，这么真好，这真正是哦，互我感觉足大的安慰安尼啦。因为吼，即马有足侪囡仔吼，比如讲我问讲你是倒位人，讲我是客人，你遐讲几句客话，我袂晓讲呢。户口你讲你啦，户口。我拢咧讲国语呢，吼，也是讲你倒位人，我就台湾人，你晓讲台语，我小可听有毋过我袂晓讲安尼，所以我感觉讲不管你是倒位的人，你的母语一定要学好安尼。真诶。秀慧姐安尼，咱就是简单介绍一下秀慧姐，你倒位人？阮爸爸是宜兰人，阮妈妈是嘉南人，我是台北人。我在台北生啦。哦，所以恁兜自细汉就拢讲台语对无？拢讲台语。哦，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你甲大嘻哈时代迄论少，人讲恁两个做先家底啊，而且你伫咧综艺大热门，甲罗俊硕合作唱一条歌披萨，变做你的代表作，互真侪少年人拢开始熟悉你。还有进前你甲户口，阮拄则讲的户口翕的迄支影片的时阵，嘛受到真侪少年人注意，大家开始咧学你讲台语哦。对，想要问讲，就是因，就像你拄则讲的，即摆普遍因的台语。无讲做练长的，你敢有啥物建议会当互因？还是讲，譬如讲，你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有啥物学台语的美感，会当甲因提点一下？其实吼，你讲不管要学英语、日语啦、国语啦，吼，还是讲原住民的话，还是讲客语啦，我感觉讲吼，你若人伫咧迄个所在，比如讲，我即摆要学英语，我这英语一句拢袂晓讲，但我人若去到美国，你无讲袂用的时阵，你就会吼，安尼吼，甲你的迄个所有的迄个脑池拢刺激出来。所以你咧学就较紧，敢是一块海绵去吸着水，吸收就真紧。所以你若想要学台语的时阵哦，你要尽量离开讲国语的朋友，你要找一阵拢讲台语的朋友。但是即摆台语的朋友歹找啊，歹找哦，嘛是有啦，我感觉嘛是有，一定有诶。这时阵来偷拍广告，听咱的 podcast 啊，看专家有智慧。对，台语我感觉是足好学诶啦，因为吼。你讲吼，台语较比较歹讲是台语有八音嘛，国语有4音啦，所以讲有当时家字的问题，其实若巧囡仔一学就会晓啊，无你再来阮兜大3个月啊，保证哦，莫讲啦，连骂人你就足厉害。我要报名，我第一个报名。好，安尼想要问秀慧姐啊，讲就是因为有一寡较少年的人，因为阮的听众拄0岁到15岁呢，迄毋知是啥物意思呢？0岁小朋友可能毋捌你，想讲进前有听过你的，就是你原本的艺名。是另外一个秀嘛？我较早原本的艺名是一个，迄叫做玉字旁啦，斜玉旁的秀，还有一个秀气的秀。因为吼，我去拄到一个算命老师，
啊，这算命老师毋是我头工去找伊，是讲我去较早，我一个朋友咧做理长，对，我较早也无聊，拢去遐泡茶。对，啊，结果即个是理长的朋友，伊一入来看到我，伊就最欢喜的讲吼，我甲你结缘啦。我是吼，专门咧讲号命一个命理师啦。对，伊讲我送你一字啦，我吼，啊，你要送我什么字？伊讲吼，我想溜啦。对，吼，我想溜。即算讲吼，迄个寿吼，安尼下骹是毋是像讲鱼啊安尼？伊讲迄敢刀啦。哦，吼，啊，较会迄光。迄讲，吼，啊，过来我是溜，迄个斜玉旁，一般咱讲是王啦。对，吼，啊，毋过你若要查部首是爱查玉。对。啊，咱咧讲，咱咧看安尼是王，伊讲溜袂当做王啊。哦，啊，所以伊就送我一字秀花的秀，是，因为溜吼爱米空，对，较袂去无代志也去着着庆忌，你听无？对，啊，所以这绣花的绣是毋是边仔有一个密字部？对，啊，迄密字部就敢若衫啦，对，吼。啊，即个严肃的肃，你看有四空啊。对，哦，拄好会当比起来呢，会当米空，啊，我就考虑迄个是非之灾啦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吼。溜吼，若穿衫吼会变凉啊，对，哈啊，所以我全我嘛无去问人啦，我就是讲安尼讲较足有理，我全甲我迄个绣换掉，换这个绣花的绣安尼。哦，结果就请起来啊，结果都哇，我就觉得，感觉这个老师真正不离啊厉害啊。老师诶，联络方式敢会当，啊，这久我袂记迄个老师是伫倒，我看了3伫3年。咱这即马是独家，因为阮有伫网络面顶找即个缘故，啊，就敢若找着有迄个老师讲。伊就是有甲你改名，但是无讲甲遮详细呢。送我一字啊，一角银拢无甲我摕。咱今日真趁着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都是独家再独家啦吼。好，过来，好，过来要问讲，就是有出2张唱片嘛，啊，一张是2013年的，啊，一张是今年的一条嘿。头一张是阿母的美丽甲哀愁，迄是。白冰冰小姐，迄当时是我经纪人，所以伊感觉讲我的人生欠一个角，就讲我嘛捌演戏，我嘛捌唱，有咧唱歌，但是我毋捌出过唱片，我嘛有主持节目，啊，但是独独我都是毋捌唱过唱片，所以伊感觉讲我人生的圆欠一个角。哦，爱试看卖唱歌，一定都爱甲替我出一张唱片，嘿啦，安尼我人生就是圆啦。哦，嘿啊，我实在我人生吼，我安那想拢想袂到，讲我会出唱片啊。那会啦，嘿啊，你今年这张唱假呢？啊，所以我迄张唱片出来了后，伊是讲要甲我换一个形象。莫讲我七赤五白啊，莫讲我红看啊，敢若赤白白，足无好亲近的感觉。所以才甲我写一条叫做《阿母的美丽甲哀愁》。伊讲吼，我若去拍歌的时阵哦，啊主持人若问我啥物，我拢讲哈，我毋知影呢。啊无就点点，啊无就安尼讲我都懂会掉，啊无就是安尼啦。我头一个去拍歌的节目，就是超级夜总会，就是彭恰恰甲顺啊顺哥主持的。啊，因较早拢看到我是足活泼的嘛。啊，我出即张唱片，我歌唱煞，因要出来甲我访问，伊讲哦，啊你谁来出即张唱片？我讲嘿，啊对这唱片你有感觉安怎讲？无。啊你这我实在挡袂掉啊！拜托，我想要讲话，我足想要讲话，讲啊，有人叫你莫讲遐，我毋过阮头家讲叫我莫讲，我挡袂掉呢。我是讲好啊啦，我无讲话，我比无喘气，较凄惨啦。所以就破功啊！咩冰冰姐就讲凊彩你啦，莫叫你改变形象安尼。对啊，我个性就是安尼，较爱。大家欢喜，我若讲话，别人若会笑，我就感觉我敢若袂输咧做功德安尼。但禁节着来上。嘿啊，所以我就无遵照伊要甲我用玉女的形象，我结果我也是惊我破麻的形象。无啦，莫安尼讲。哎呀，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即张唱片《一支喇叭分乌奶》内底还佫进前，你听你咧上通课，所以拢定定讲出一寡道具啊，还是有阵时买当。讲好话啊，四句连都连骂人嘛有道具，真的够厉害，最厉害。啊，佫有一寡俗语啊，啥物碰到底名落梦死，脚骨大细机对，啊，想要请问，就是秀玉姐啊，你这以早拢是安怎学的？其实哦，这无法度学呢，无法度学啊。讲实在，这无法度学。都会听来，但是都会听来。嘛无度听，这一定就是你爱家己吼有迄个天分。对。啊，佫有迄个要怎讲？迄个语言的迄个语感。敢若这就是一个。与生俱来啦！哦，嘿，我嘛无去学，无去学，即个物件嘛足歹教。吼，比如讲，我昨去录综艺大热门，对，因为吴宗宪宪哥伊足介意我即条
一支喇叭分开暝，嘿，就希望讲我去伊节目唱，对，所以我上落去唱，唱了后，伊讲无你遮尔爱喇叭吼，无你敢会使现场吼即兴，你来卖即支喇叭，卖即支喇叭，伊讲我叫我卖物件，伊讲无你来卖即支喇叭，我看你要哪卖，对，当时足即兴啦，对，你无时间通讲去想我要斗什么句，对，我就自练理练，我讲后来即支大喇叭，你若买着即支大喇叭，吼，你规身躯会足开活，规身躯真开活，吼，爱斗句嘛，对。所以你若买即支大喇叭，恁阿娘会定定去找恁阿爸。哎哟，佮斗久啦！到时阵吼，你的小弟小妹会规大拖。哇！恁规家伙都爱感谢即支大喇叭。哇！因为即支大喇叭，互恁规家伙笑哈哈。哇！厉害呢，所以你讲要想这押韵吼、斗句吼，对，这毋是讲我甲你讲，都会晓的。你就会晓。你爱定定去想讲喇叭叭要甲啥物后壁一句会斗句。对，吼哈。后壁要斗啥？你着爱家己头壳去。其实这就是咪甲秀慧姐你拄则讲诶，就是爱加甲台语诶人讲，就是你头脑内底爱有真侪遐词类。对。所以你才会当想讲爸，随性遐字啊，对，你一定就是爱有迄个斗句，有押韵啦，国语就是押韵。安尼秀慧姐也做迄 hip hop 歌手一定是头名诶，一定。佫有一项啊，就是加看一寡 YouTube 面顶秀慧姐诶影片啦。对啦，秀慧姐也讲足济啦。嘿啦，嘿，佫来换你啊，换你啊。好，佫来就是秀慧姐会晓唱歌，会晓主持活动。佫有上节目，佫有搬戏，安尼你个人敢有较介意即个工课安尼？其实吼，我即个人吼，我无爱做第一名，我嘛无爱做尾名，我拢爱做伫中央啦。你讲叫我去主持一个节目吼，其实我嘛无爱。无爱，但是你讲有一个节目，比如讲一个综艺节目，对，你是其中一个安尼。像即马是我爱变变秀，我拢是固定的嘛。对，我就足爱去呢练小话，是去拉赛。我无压力，因为你若做主持人，你一感觉你就去真注意的收视率。对，收视率若无好，你会感觉心肝就无好诶吼。无形当中就出压力，我这人吼乐天派，我足无爱压力的，所以我因为我就无想讲我要得第一名，我来伫中央会当做一个甘草的人物，会当互大家欢喜，我无压力，我就会当自然表现甲轻松自在，变做是较自然的表现，所以讲出来话就比较较好笑。所以我是较爱上迄个综艺节目。即摆有人讲你要来拍8点档，我无，我即摆才侪岁啊吼。我背台词我毋惊，我将容易记台词。但是呢，我无法度吼，迄个无困。因为8点档吼，有当拢日暝啊。加戏安尼。日暝，我捌录过8点档，差不多3工困无3点钟啊。3工困无3点钟啊。对。所以哦，我即马侪岁啊，我感觉我要做我家己介意做的工课。所以，譬如讲，就是今日8点档问讲，秀慧姐啊，你来就是差1-2集吧？即种那么怪，1-2集嘛怪。迄做危险的，你讲差1-2集。即马8点档缺势是安怎？就是讲，即马譬如讲，我去演，对，伊拢写我的戏嘛。对，毋拄好若调组对无，你就走袂去啊。对，伊就一直甲你写落去，伊就不管你。了解。除非你无调组，即条线无调啦。就是你的表现伤介好啊，安尼继续写。你即条线若是讲有观众，你出来收视率就飙高有无？伊就袂帮你走啊。所以1集2集我嘛无爱。调落呢，调掉啦。原来有即个美感哦。嘿啊，所以演艺无。演戏我甲无法度最近。若唱歌咧，有想要搁出唱片无？今年即张真袂晓做好诶呢。系啊，若是讲，因为吼，我为什么出即条歌呢？我定拢后白讲，我实在是拢后白讲，我拢讲吼，我要来出一条歌，我来写歌。伊讲你要写啥物歌？我讲我来写一支喇叭分开暝。伊讲哪有即款歌啦？我讲想袂当有即款歌。我讲有即个一支喇叭分开暝吼，若出来卖了袂歹，我搁要出拍2，要出第2题。伊讲第2题要叫啥？我第2题叫做弄出弄入。听众朋友，阮这个是独家哦，弄出真的期待哦。因逐个讲真诶哦，哎呀，你紧写，你做趣味诶。所以才有即条一支喇叭分开暝，大家都足期待嘛。你紧诶啦，你紧写啦，你若写出来吼，这应该是足趣味诶。毋则出即题。所以过来讲会有无共诶组合无，应该是我会。若是有时间啦，我继续去找找吼适合的人选，佮继续跟我合作安尼。秀慧姐，我看你伫迄内底啊，
打扮啊、跳舞啊，敢有练足久诶？哦，我咧讲吼，我足钦佩迄落唱跳歌手，唱跳歌手，蔡依林的啊，好厉害。我若会记歌词，我都袂记舞步。是，我若会记舞步，我都袂记歌词。袂啊，但是迄 MV 看起来足赞的呢。哇，你毋知 NG 偌济摆。啊，我若会记歌词甲舞步，我都袂记乐队咧走啥。哦，这是一直爱练，一直爱练啊。所以人咧讲哦，国语咧讲哦，台上1分钟，台下要10年功，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你内底，譬如讲唱歌甲跳舞，啊，还有就是这彩排，就是迄个走位啊，什物，你感觉上困难？有拄着什物特别的状况无？譬如讲跳的骹揪筋，敢有？我是无跳较激烈啦，我是无跳较激烈，但是我就是哦，定定会袂记，我咧记台词吼，足厉害，用8点钟咧，有当时剧本哦，拢小小印出来，你马上去录，迄我拢毋惊。但是我咧足奇怪，我歌词足含慢记，足含慢记歌词的啦。毋知是讲，因为咱咧唱歌，佫爱等拍子，爱等迄个拍数，吼，啊，你要跳舞，佫爱对迄个拍数，佫爱即句歌词唱起来，爱配合啥物舞步，你佫爱伫咧拍数顶管。哦，我感觉一个头壳要记遮济，我真正是无法度的。哦，所以我一世人可能无法度成为唱跳歌手吧。无紧，咱会使就是做迄。加好的唱跳歌手，对啦对啦，用剪接安尼。哦，过来听讲就是秀慧姐啊，你自细汉3岁就对恁爸爸伫咧歌厅嘛，吼，对3岁就出来做工课，你看我有认真哦。对。啊，敢有想讲就是想要做到几岁退休？哦，有人甲我问我你几岁要退休啦？我讲哦，我永远都无退休的时阵。哦，只要人若无甲我叫，我就是退休嘛。啊，只要若有人甲我叫，我会一直做，做到袂顶袂当为止。嘿，这是我的理想，因为我感觉吼，一个人若是无工课做吼，足艰苦的呢，对，很难过啊。你毋知要创啥？我咧讲，你逐工去踅街，有一工你嘛忝啦。真诶，你逐工伫咧困，有一工你嘛困甲烂啦。对，啊，所以讲，安尼过这款日子足袂充实啦。对，我爱你看，咱出来会当开讲，对，我阁装水水。人哋会当领薪水，啊，个人当陪我开讲，对，这是足好一件工课，我就是感觉会当做艺人是一个足有福报的工课，我感觉。哦，好，过来都是要问今仔日的重点嘛，无毋对，听众朋友甲恁讲，今仔日阮谁有法度，就是炸着秀慧姐来录音，就是因为因今仔日是来录影的啦，对啦，就是要来录新一季的专家有智慧，是。安尼今仔日来录影，秀慧姐有信心无？其实我逐摆来拢有赢呢。哦，哎哟，嘿啊，这信心我是绝对有的啦。真诶，嘿啦，所以讲是，每一摆来拢有新的一个考验，我感觉足好耍的啊。是，嘿，哦。好，安尼刷来是上重要的工商服务时间。秀慧姐会当介绍讲你家己过来的活动啊，还是讲你即摆伫面册，像我拄则讲的，想要买你的面，啊，个我知影讲你就是有一个家己的化妆品的品牌，对，我家自创品牌，对，这等下拢会使讲。哦，但是我足介意你最近啊，毋是最近，就是你一直以来伫咧面册，我随时开直播，像昨只下去落去综艺大热门食便当咧，我嘛有看，其实我问题内底呢，问题你甲你开讲咧，无甲你讲呢。我咧讲吼，我逐工就固定11点半。对，一定会开直播，吼，啊，食饭。啊，我为什么开直播食饭？因为吼有真侪一寡独居的老人，对，吼，啊，佫有一寡忧郁症的人，吼，啊，佫有一寡独居的人，吼，无一定是老人，我嘛有老人，嘛有独居的人，吼，啊，嘛有是有忧郁症的人。啊，有当时我若是讲啊，我昨落夜落较半暝较忝，我想讲休困1工2工，因拢会甲我私讯。秀慧姐，你今日无开心嘛呢？哎呀，你吼，我一工无甲你食饭吼，我感觉心情足歹。哦，吼，啊，我饭煮好，伊拢会，伊知影我11点一定要陪爸爸妈妈食饭嘛，所以伊拢会11点先去菜煮的，啊，煮我11点半，知影我要开直播啊，啊，就开始捧碗捧地，甲我看电视，甲我食饭啦。哦，看手机啊，甲我食饭。线顶食饭啦。系啊，啊，我一工若无直播，伊就会感觉讲今仔无人陪我食饭。哦，啊是讲有。忧郁症的朋友也感觉讲，哈，我今仔要看你，我心情就无好。啊，所以我定定来想讲，若要有当时吼，要偷懒一下哦，就订单一个，伊就来甲伊问。我就一直想讲，袂使，我若无报吼，因会艰苦。对，我若无报，因会无伴。对，啊，所以我更较艰苦，我拢爬起来。但我定定落去边边小，落去透早4、5点。对，啊，我嘛是共款9点半爬起来，啊，赶身躯洗洗，头衫洗洗，啊，面用用的，啊，进去直播。
哦，辛苦呢，足甘心的，嘛是因的爱护我，因为因这么爱我，我袂当互因失望啊。对，但是嘛是爱注重身体啦。对。好啊，秀仪姐好，我介绍一下你的面甲你的化妆品。好啊，我有会下面啦吼，嘿对，啊你要买的人会当伫我直播啊粉丝团，杨秀慧粉丝团，我的秀是秀慧的秀哦吼。阮会家己的粉丝团，可能阮的资讯哦，啊，个是咧po文内底。啊，若是要保养品啊，还是要胶原蛋白啊，还是要食会下面，拢会当私讯买着安尼。哦，啊，秀仪姐，你敢有小编伫咧甲你斗相共？有，拢小编嘿，啊无我无用啦。惊讲你一个人安尼忝，无法度啦，嘿啊，有小编咧甲恁服务。好，安尼秀仪姐，我拄则听到你讲，你昨去录综艺大热门，你现场有唱者啊？阮今日敢有机会听你现场唱者？唱者哦，会使啊！一支喇叭分乌奶。我较想要听后壁迄段。后壁对啊。我呸！这垃圾鬼，了嫌了好，唔了你插查某，小丽丽，小甲你交眉，无爱拖较济，切甲破面甘老花，计看拍国家，到看车口咧，人若真正衰，正看身材贵，远看一蕊花，近看就看过。哇，好厉害啊！这个厉害。完全免看台顺的听众朋友啊，咱就是爱加听加练来学台语，到时阵就会当变做像秀仪姐安尼。啊，而且秀仪姐人最好有伊伫咧直播的时阵，伊甲咱开讲有华语嘛有台语，啊，你若写啥伊就会讲啥，真正是做亲切的。我嘛是偷拢伫秘里来咧。谢谢。对啊，真正哦，咱现在要录影，咱紧放秀仪姐等去，真正做感谢秀仪姐，今日接受阮的访问，感谢大家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做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，多谢，拜拜，耶。咱今日录音换所在呢？嘿啊，第一届毋是伫咱兜录音，哪像怪怪哦。哦，无法度，即届受大败啊！真的，我捌请过。听众朋友偷偷甲恁讲，阮主要是伫咧等台，阮机器拢设定好啊，才来等台阮的大来宾啊。真的，做想要甲恁讲诶，讲啥？你毋知我要讲啥？咱今日就是来去看全家有智慧录影啊！啊，对啦，哦，全部拢新的，嘿，做好看呢。真的，嘿，有够好看。爱衫哈度，嘿，做。做想要讲，但是袂使袂当讲啦。对啊，听众朋友啊，10月17日后，恁就知影啦。请期待，全新的全家有智慧，对啊，啊你有智慧哦。我有智慧啊，你敢无？我无，我这世人是袂去上迄个节目的啊。你就无爱，我就无爱你。这连刚这个讲来，我要爱啥个无爱啥，这咱家己知就好啊。好啦，啊，即马迄姊也未来，对啊，听讲伊毋知早经济进来不？还是咱去门口甲伊接？毋知呢，无要紧，等伊来咱就知啊。嘿啊，出名人，请做问，请来问，来请问，跟你讲哦。哦，总算是结束啊！要死，真的，紧张到要死啦！哦，我手一直喘呢，你手一直顶，麦克你叽乖，当作无听。哦，但是这啊人真好呢。系啊，甲平常时伫直播看的差不多。而且足济有分享足济迄咱查袂到的物件。对啊，真正是访谈的意义就伫遮啦，就是讲吼，咱会当伫咧讨论开讲的过程当中，知影一寡就是平常时咱无看到迄边。嘿啊，有一寡独家呢。但是像你看，之前人讲信聪，迄当做来咱节目讲话的方式，甲迄节目里面的无共，但是我感觉秀仪这样差不多呢。嘿啊，差不多，这都伊的风格啦。这就是，但是嘛是共款做亲切的啦。嘿，人真正就好。不离个姊也无笑的时阵，迄个杀气真正是就气势，天生自然的。希望我这世人。你要甲伊共款哟，希望我以后有机会嘛是可以啦，吼，嘛是可以啦。毋免啦，你安尼我会惊，我把你杀死，杀掉。勇敢型安尼甲人抬哟。你拄仔是讲勇敢型还是勇敢？勇敢型，敢型。虽然咱这可能 NG， 你就是爱好我讲话，是你的耳仔有问题，我从来都无讲遐个话，好不？哦，杀掉你，给你杀死哦。啥物？你安尼无法度接话呢？啊啥啦？
咱过来有一个重大的消息要公布啊！哦，真的，听众朋友啊，够重大的，后礼拜你就知影啦。无毋对，阮这个消息会放伫后礼拜迄集，无毋对，一定爱听，敬请期待，一定爱听，一定爱听，无听你会后悔啊！会哦，敢会后悔？可能嘛袂人，毋知呢，到底是啥物件？后礼拜你就知我嘛无啥确定，敬请期待吼。你有闻到无？哦，就芳的啦。因今日真正录影食鸡排，够新鲜的，真正是你速毒啊！哦，最新鲜的，我嘛想要来就节目食鸡排，但是咱无录影，可能食袂着哦。对啊，所以爱来录影。我拄则伊有讲是鸡排，结果真正是鸡排。哦，你安尼，因为鸡排是大呀，你会当摕两个布啊，佮配一杯珍珠奶茶。哦，真的，好心呀，爽啊！哎呀，慢慢得到奖金。但是因咱若要食便当安尼，安尼鸡排有剩啊，无咱拄只蛋好啊。规头骹拢想食的。等下全家有智慧小编就拍讲，门口有两个人伫遐啰嗦，结果竟然是乌白边伫咧等鸡排，真的，出名安尼袂歹啊！出名人请借问来请问两个乌白边偷客鸡排的人，真的嘛袂歹啊！咱咧要食鸡排安尼啊，无咱等下来买鸡排好啊！无咱来问迄小编话，敢有假的鸡排？安尼伤见笑，我毋敢问。咱一直去面头前行去，看因看到咱有会想讲，你们要不要吃？袂使，才有假出来，你要食无安尼？才有中啊，要袂啊？哎呀，无咱去看起来顾问是啥啊？大大人无该食。看是倒一个老师安尼。好啊，听众朋友也好想答，无啊啦，无啊，后壁无啊啦。真正无鸡排好食啦吼。无鸡排嘛，无鸡排嘛，无 NG 啊嘿！大家再会，拜拜。大家再会，再会。